台湾民众调伫咧中东，这中国勇士说讲有协助因回来，随时上是当地导游带这旅行团去到土耳其的中国大使馆。中东战事影响到国际油价南部的加速烫市民营大叔负责的可能的起价，啊，那国内航班也讲要来调整这飞行机票的价销。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无机会入去前8强，所有网友伫网络顶头乱讲台湾队承认拍假球，目前人已经去互送办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来看这条新闻，台语有一句话吼，这款不孝的子孙，不如生一粒卵食食，还佫较赢。这屏东的中地呢，有一个查甫人，长期以来要食唔讨趁，佫会食酒跋筊，甲这90岁阿嬷讨无钱，竟然起骹动手，甲这阿嬷拍甲重伤，带到家护病房。即马这警方已经协助阿嬷申请保护令啊。所以阿嬷都不敢跟我们讲，一直去隐瞒，然后一直到就是打得那么严重，才所有事情就是一次都爆发。几啊张相片看到带病院的时代伤势严重，唔那面骨拢是乌青，连脚嘛骨内位的伤痕。代志发生伫屏东中地，张小姐讲，车是半暝啊，伊的义兄搁要向90岁阿嬷讨钱，阿嬷唔予伊，结果发生争执，无想到孙仔失去控制，就对阿嬷起骹动手，甲阿嬷拍到脑出血，落尾带去家护病房。张小姐讲，这唔是头摆啊。阿嬷就是个身体很好的人，然后早睡早起，每天都骑脚踏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因为毕竟他没有真的对阿嬷动手，一直到去年呢，他才有对阿嬷有用毛巾勒脖子啊，赏阿嬷巴掌啊。张小姐表示，义兄住伫阿嬷遐7、8冬啊，伊爱食酒跋筊，佮有食毒的状况，要食唔讨趁，只想要向阿嬷提钱开，若讨无就大细声，佮会摔物件。阿嬷唔甘孙仔互掠去，就拢无报警。即摆拍甲伤严重，事实决定通报警方，病院志工嘛协助因申请保护令。警察有时候都会来，因为我也不敢报案，因为有一次刚要打电话，都是你，都是你，会恐吓你们。有一点，所以你们都不敢那个。我也不敢讲啊，几乎都是后面的报警的，不是我报的。遭其37岁孙子张男徒手施暴，造成脑出血及脸部、四肢淤青挫伤。民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并依规定侦办，通报相关单位及协助申请紧急保护令。民众若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接到通报，已经将姓张的查甫人依照伤害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嘛向法院申请紧急保护令。虽然阿嬷已经出院，屏东县府社会处也会派社工介入协助，持续关心阿嬷的安全状况。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有中国配偶身份的这民众党李正秀，敢会当做台湾的立委呢？这立法院明仔载下晡要调解协商认定伊的资格。那内政部长刘世芳是搁再强调，按照国籍法，这李正秀本地就无适合做立法委员。那立委会主委开随前也表示，对两化条例的角度，李正秀也明显违法，无具备参选的资格。民众党中配立委李正秀的资格证据还未解决，海基会当市长苏家全70时拜会民众党伫县党团强调交流正直，暗过无讲到日后是不是配合行政院决定伊的所资。这个问题我们尊重我们主管机关的意见今天因为只是礼貌性的拜会，所以并没有讲到所资的部分。谢谢，就是来者是客嘛哈。议会20日下晡会议议长韩国瑜召集党团协商，除了讨论中选会委员人数同意款项，也有李正秀的身份认定。若让民众党创党主席团体进行透露，应该的作为民调超过50%民众认为，将会都算摕到身份证，也不应该做咱的立委。民进党7日也公布民调，有61.8%民众认为李正秀不适合做立委，而韩国瑜打起责任，依法将李正秀解职。很遗憾看到李珍秀女士本人并没有去充分展现诚意来去正面回应国人们的质疑哦。韩国瑜院长作为立法院的大家长，应该要勇于认识。明天的协商，你自己觉得期待吗？谢谢大家。好，绿营是喊话要您负责啦。好，谢谢大家。李正秀透过声明批评国会连多数拢无尊重政府，影响开始尊重民调正考试，好用力赢好好关注民生。内政部甲立委会是表示立场都是依法行政，认定李正秀无立委资格。李珍秀女士，在面对国籍法质疑的时候呢，其实她应该提出她的证明，否则她就有双重国籍之嫌。按照中华民国的国籍法，她本来就不适合当立法委员。从两岸条例的角度呢，因为是
明显有违法，他不具备有参选的资格，所以我们会把这些事实证据提供给相关单位来参考。行政长杜荣泰表示，欢迎所有人，不管是中配或者是外籍配偶，都按依法提出必要条件甲资格，斗阵热爱这国家甲所有国人做上好朋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中东的情势真紧张。台湾驻中东国代表处继续协助民众登来到台湾。今日下晡呢，就100位的台湾旅客对杜拜登来到台湾。那外交部也有统计，伫咧中东地区也有79名台湾人请自处协助因登来，目前登来安排。不过，这中国央视却放送讲呢，中国大使馆协助74名台湾人，实际去甲了解是当地导游带这旅行团去到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因是先安排有台胞证的台湾人去到上海。咱的陆委会也提醒讲，唔通对中国伫遐补认知作战。记录卡塔加罗病情一切正常。美国、伊朗、以色列爆发战争以来，中东真侪国家受影响。不过，住伫卡塔的台湾人王泽讲，最近空气警报的频率开始下降，民众也恢复正常生活。伊计划过2天就要离开，也烦恼是不是能顺利坐到航班。目前的民航是不会飞，他们目前飞都是 relief flights， 就是那些滞留的旅客，然后他们要先把他们疏散走，这样子。中东情势依然真紧张，咱国驻处也继续支援国人登来，70要差不多100个台湾旅客为杜拜登来，行政院秘书长郑俊涵特别去关心。到昨天已经有累积了1592名国人返抵国门，那预计今天会超过1600名。以色列还有卡达也开始呢有限度的开放空域。那考量中东情势瞬息万变，外交部呢持续研议所有可以维护我国旅外国人安全的做法。外交部统计到70为止，中东地区也有79位台湾人请自处协助回国，会采取适当方式安排就地坐上下航班，或者是进行陆路到空气开放的邻国际飞行机。不过，中国官方媒体用时这时阵所报道，中国大使馆帮助74个滞留中东台胞引起议论。很感谢，很感谢，很感谢我们的祖国。只是我们回来在上海出关的时候，一下飞机。走到一出来就一堆记者、一堆摄影机啊什么的，全部都来了，围在那边一直在问，一直在问。根据了解，因是犹太旅游土耳其团的旅客，飞艇原本要为阿布达比转机，因为班机被取消，伫伊斯坦堡停留5天，导游率技术向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求助，中国安排有台胞证的人到上海转机登来。不过陆委会提醒，大家唔通纳入中国人体检的陷阱。中共都会利用这种天灾人祸的事情去散播一些我政府救灾不力啦，没有能力撤侨啦，协助我们的游客在撤离战火区的这个部分来讲，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目前成效也都还不错。外交部澄清，这旅行团不是滞留中东政府，而且伊斯坦堡空气也无关，有真侪替代方案，建议旅行社甲个人若需要协助，应该甲咱驻外馆处来联络，驻外人员会第一时间全力来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中东地区当咧烧战，也影响到国际油价。G7 的财政部长含国际能源总署找到联合商机，讲若准真正是无油啊，随时会把这战略石油的库存提出来。不过，唔是即马这个时间点。那经济部长郭明鑫就表示，有甲澳洲、美国调天然气，目前是暂时未来起价。那叫加速桶的呢，中油暂时无要起。不过南部地区是大属负责的，民间企业就无法度强制来甲你限制。那经济部会去斗协调。受中东战争冲击，国际油价车价挖起到每桶超过100块。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财政部长甲国际能源总署紧急开会联合参详表示，已经看到能源起价压力，那面临供应长期随时准备释放库存。Die französische Erklärung gesehen, dass wir uns jetzt auch die Option offen halten, auf die nationalen Ölreserven dann zurückzugreifen. Das ist jetzt noch nicht der richtige Zeitpunkt, aber wir sind da offen, auch als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as in einem koordinierten Verfahren zum richtigen Zeitpunkt dann zu tun. 面对能源起价甲供应问题，各国积极相对策应经济部长郭明鑫表示，天然气被起价目前是稳定不价为主。
调度的对象大部分主要是澳洲了。澳洲，那澳洲跟我们关系也很好。那美国？还有美国，额外增加的部分，我们是额外跟他们做调度。伊表示，风偏和调度因避开中通政府影响，伫汤增加数中游未起。不过，中南部部分加数因来自大诉求的民营企业无法度强制卖起价，经济部会尽量协调。个月就起0.6啦，进前就一定起两届去啊，大数迄边起的啊。汤增加数一起小吃店，每个月成本增加100块，买物件佫变起价。像你一个月下来这样多支出多少成本？成本的话大概都是500-600这样子。那个一桶如果跳700多块，那个瓦斯到底要怎么用？而且我们又不能不用，要煮东西，瓦斯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啊。中东战争有那影响能源计价，各国股市也动荡。伫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伊朗战争可能就要结束，车查阿股乌平衡，韩股收盘起超过5%，日股甲台股虽然起受较少，暗过一万起超过2%，台股收伫32771点，起661点。最近的行情这种波动，原则上还是属于一个事件型的一个驱动的一个行情啊。这个事件当然就是大家都是知道，就是这个中东战事的一个变化，大涨大跌来讲的话，我想会是最近的一个常态了。专家分析选期爱个观察，伊朗是不是亲像美国所讲的战争会赶紧结束？短期来，美伊战争冲突有限撼动最近的大股走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内线飞行机票12年无起价，受到油价含人事成本的影响，华信含联航空拢提出讲要起价要求。民航局也证实讲，目前正咧评估，若种有需要调整，会由这票价审议委员会来讨论。也因为影响的层面真宽，目前是无时间表。来松山机场国内线航空大楼，平日离峰时段拢是飞离岛的航班，国内线票价已经12年无起，对各项成本一直起。国际航空业者华信甲立民航空已经向民航局表态，希望调整票价。油也涨，然后薪资也涨嘛，这时机就谅解一下吧。那你看，如果我们还没有更多吸引游客的，如果说你一直涨价的话，当然啦，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不是也是会考虑？即马国内线票价机制是由民航局照航空公司提报成本项目，计算各航线票价的上悬甲上低，由业者伫即个中间家己定出票价。以两大业者拢飞台北、金门航线做例，官网单程定价拢差不多2450。目前两大航空公司除了离岛航线以外，还有台北往花莲、台北往台东、台中到高雄，也有往花莲的本土航线。因为个人乘客占比愈来愈侪，业者讲这价率要达到90%以上才袂了。做多少人才打平啊？那国内线啊要9%，所以我们也期待着票价要适度的调整。根据了解，成本增加上济的两个项目是油料甲人事。民航局证实，这2-3年一直受到两大航空提出经营成本提高的问题，目前已经启动相关的机制，当地综合评估的阶段，会先收集航空公司成本项目甲经营状况。一个票价里面其实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哈，所以这整个相关的一些参数等等，我们会进行一个评估。评估之后，如果真的进到所谓的调整票价，那就是局里还要再开一个票价审议委员会。民航局讲，虽然油价成本起价甲疫情了后机组员人数成本增加，不过国内线爱兼顾离岛机面的需求，考虑的层面较宽，当地评估的阶段也无具体时间表。记者采访报道。动物咧使用的药啊，塞拉嗪有止痛效果，接用伫咧牛也个马的身躯顶。不过这几年呢，这欧美的毒品市场所摕来当作是毒品。民国111年的时阵，伫咧毒咖啡包有查到塞拉嗪，也捌伫咧死者身躯顶验到这项毒品。去年初呢，甲这塞拉嗪列作是3级毒品，也那行政院进前有公告，2月20日开始已经列作是2级毒品啦。警方的緝毒行动，毒咖啡包不时会查到，定定看到的成分有喵喵、K 他命、安非他命、蓝真这种毒品，互新型毒品愈变愈复杂。国内阁出现头一个有去验到塞拉嗪的。111年有发现有查获之后，随即在112年就提列这个兽医界等等有提出该类物质对于动物用药的重要性。所以当时没有通过，试用后在马路上，比如打滚，或是四肢僵硬倒卧于地上有点像僵尸一样
荷兰叫强势毒品的塞拉嗪其实是动物用的镇静剂，会用伫牛甲马。啊，毋过欧美的毒品市场乌白用阁真流行，若是长期注射，皮肤恐惊会溃疡甲烂去，医师提醒，若是严重会无性命。塞拉嗪放在毒品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增加这个毒品的一些害的作用的效果，会让意识不清楚，也可能会抑制我们民众的呼吸。然后最严重，它可能会让低血压、休克。伫民国112年，警方捌提报列作毒品管制，当时无得到同意。不过，这种毒品伫国际愈来愈侪人用，尤其国内去年嘛为死者的检体有验出塞拉嗪，总算伫去年初决议列作3级的毒品。即马过一年，管制搁再加强。行政院进行正式公告，提升到2级的毒品管制。警方他们就是也有查获到这个相关的案件，虽然不多，那也参考国外的案例，才把这个塞拉嗪从3级提升到2级。虽然国内各大乱用塞拉嗪的个案较少，不过伊的毒性甲台湾真济的依托米字正共，伊的介绍有够较俗，都惊互人当作替用的毒品。官方加强立管，防止塞拉嗪入侵变质，毒害台湾。记者采访报道。讲到淡江大桥，最近是传出着这噪音的问题。当地居民讲，这半年来呢，若准透东北季风，大桥就会呼呼叫，有一寡困眠较歹的人就受到影响。那相关单位呢，目前也正咧想办法解决。正大声的这呜呜叫的声，是无分日时也是暗时一直出现，而且已经持续要半年啊。淡江大桥暗算5月通车，最近有4窟地的居民反映讲，只要东北季风一口，桥就一直呜呜叫，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白天晚上都一样嗡嗡叫，我听讲是讲伊困袂去，暗时拢爱食安眠药啊。一暗拢食2、3粒的，真正是拢有听足大声的，足吵的就对啦。那个好像在鬼哭神嚎这样子哈，让他们晚上都没有办法入睡。半年期间就已经有听到声音了，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那因为它断断续续的，它可能风的角度是在东北风的时候，它才会听得到那个声音。民众是真无奈，讲这种声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不管是日时还是暗时，只要风一口就会出现这种噪音，甚至有人都要食爱困药啊，才有法度困。对这公路桥北区公路新店工电分局表示讲，经过初步勘查，这噪音可能和人行道的手环在东北季风之下产生透风声有关系。那我们这边初步要求是说，设计单位在3月底之前，要找出原因是什么，然后要给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解决的一个对策，在这个时间内来完成相关的一个评估。东北季风来的时候，会有造成这些声音，我们已经在重新检讨，做好整个调整。希望能够在5月份通车的过程当中，这个问题都能够让这些声音降到最低。新港北分局第2月25日是邀请设计和施工团队来做检讨，要求设计公司要参考国外的案例和淡江大桥所处的风向风速来做评估，暗算会在3月底确认这个透风声产生的原因，而且提出改善的对策，会尽量较紧在通车进程完成改善，避免对民众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市长的嫌犯伫咧云林呢开建设公司，为着要省这上千万的建案废土处理费，含这土资厂呢，还个违法的掩埋场业者交结，为做废弃物流向证明，说甲这无处理的土石啊，车去掩埋场抬起来，甚至车去市区做绿化，这不法的所得赚超过2亿。目前检方也甲44个人起诉。警察人员活动检警来到这个伫云林斗六的土资场，世界拢会当看到南用建废弃物的废土。另外嘛，发现讲伫云林古坑的土资场，嘛做伙在进行非法的废土的处理。最好的，这个都还没分。检警阁用空翕机来搜证，这个场的范围是真宽，嘛严重影响到环境。云林的检方伫侦办营建废土非法处理案，查到伫云林的斗六一个经营建设公司市长的查某人，为着省上千万的废土的处理费，对去年3月含土资场含违法掩埋场的业者来斗空，以为做营建村的土墙园流向证明文件的方式，暗砍非法处理营建废弃物，检方查侦查终结起诉44个人。本来是由这个土资产贩售剩余土石方的证明，然后这个土资产再与这个掩埋场
签售再利用废土的这个证明书，但是这个土资产实际上并未出土给掩埋场，而是由建设公司直接将案场的8000余立方米的废土直接运往掩埋场。检方表示讲，这估计废土坑的数量有8329立方公尺，数量是真大。市场的查甫人估计讲，这土坑会当搁利用，和不法的业者合作，以设置历代做理由来违法囤土。检方以用建混合物的处理行情来估算，不法的利益是超过2亿。废土处理的弊端一大堆，款团认为讲，虽然在今年用建村土中坑全流向管理新制上路，但是配套嘛是无够。我觉得还是会一直延续啦。假设他没有真正把事情做好，只是宣示性的性质，然后当业者联动建商集团联合抵制的时候，政府又马上软下来，那这样的做法只会让废土的问题一再的延续而已。款团认为讲，今年开始强制要求刷着车加装 GPS， 而且以电子连单来追踪，但是合格处理量仍无够，造成这废土嘛是四个数。除了新制实施的进度爱较紧的，嘛要对源头来管理，才当有效来管控废土的流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侥幸同款是食酒赛车，嘉义环路有2台车相撞，7个人受伤，也包含2个囡仔，其中有1个是32岁女性，因为重伤太重，救无回来。救护车接到车祸通报了后，连面赶来现场。伫大约8米宽的乡道，2台车发生车祸，门那车头拢甲变形，2台车计共有7个人受伤，包括有2个囡仔，其中就有一位坐伫后座的查某人，被救出来的时阵，都已经无喘气甲心跳。现场为2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有7名人员受伤，其中有5位大人、2位小孩，其中1名女性，年约31岁，来欧卡。车祸伫车北接近中道的时阵，伫嘉义县环路乡的126G2线来发生。根据警方的调查，32岁姓李的驾驶赛车要去直行，经过这的时阵，弄到对向的车辆，不但造成公车的女性过身，肇事的姓李的驾驶嘛伫病院的抽血检测当中，发现酒测的数字超过标准。肇事理性驾驶经医院以抽血检测，酒测值超出法定标准值，全案将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函请嘉义地检署侦办。姓李的驾驶食酒赛车，不过人嘛昏迷不醒，重伤开刀了后，目前佫伫家后病房来治疗。警方表示，食酒赛车肇事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呼吁赛车的人千万唔通啉酒。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南投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昨日有一个游园车跌落山坎，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目前游园车全部停驶，等待调查。发生事故的游园车风吊起来，车体严重变形，会当看出迄阵浪的气力有偌大。受伤的乘客讲起迄阵的情形，心脏也是皮肤菜。闪车了，伊闪车因是要起来，因迄要转来，迄是要上坡，毋是要下坡。你要下坡呢，那会足紧的他就刹不住的，先去弄壁。南投德山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车口发生游园车坠落山谷的意外，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来自中华姓陈的查甫，因为头部重伤，送医抢救，医院救无回来。另外6人分别送去中基体系的3间病院，其中来自中华保新的5人，其中1人受伤较严重。右侧第3到第11根的肋骨骨折，合并有这个胸廓变形，那血胸还有连夹胸。那另外，它有这个右侧的这个肝脏的撕裂伤。三林溪森林园区车10透早也是照常开园，游园有不少民众出来行村。该玩的还是玩呐，就是提高警觉就对了，自己出门小心这样。这是一个新闻事件，让我们提高一点警惕，让司机都提高一点警觉性，这样而已。园方表示，事故的电动游园车是2010出厂的，8档会保养一届。若细王的运将已经有20档的经验，到三林溪服务已经有10月。对园区的路况是不正式，游园车一抓来回需要20分钟，司机一天爱走7-8抓，拢符合相关规定。园区透过司机的讲述那以及警方所有对于司机进行酒测，那也调了他的这个
上班的记录，那目前都没有工作超时以及酒驾的状况。园方表示，除了事故车辆，另外各6架游园车今麦全面停驶，除了配合警方甲主管机关的调查，游园车拢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上悬会当赔500万。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永泰车捷用私人行程去到日本看世界棒球经典赛，却引起中国掉卡顿地，而且国民党立委王宏伟质疑讲，这杜永泰包机就要开上8万，认为伊有违法。然杜永泰在今仔日甲这个书记早去立法院备询，强调就是讲无爱互这个立委徛空这个自费的，也呼吁这中国国民党卖含中国共产党伫遐气噗噗。委员昨天说我贪渎100万，我希望你今天有一个澄清的说法。我还没开始问你啊，你在反质询什么啦？你在心虚什么？你拿得出证据吗？立刻拿出证据啊！拿出来你怎么办？早拄上这顺台双方会话味道正重，行政长杜永泰不愿自费包机看球赛，何乃阳指控公器私用，甚至贪渎，要求立委王宏伟讲清楚，连主持仪式的韩国瑜都到讲话。韩院长，你可以忍受一个人说你贪渎100万吗？昨天早上跟你报告，我被叫韩国输，我都没生气。好，请你稍微。韩国输大家都很高兴啊。杜永泰伫议场摕纸袋出来，表示所有收据拢伫内底有证据，啊，毋过到底开偌济钱无公布，敢若讲符合一般的行情。我不想让立法院的委员们来对行政院挑这个毛病，所以我完全自费。看到今天事后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请求这个中指部是对的，因为我只要经过中山机场，我只要新闻被泼出来，我可能成型都有问题。你有责任对外界来解释外界的质疑，对不对？对，只有中国共产党跟你们在生气。对于杜永泰临时去东京，中国表态不满，批评日本伫放榜干涉台湾问题。咱外交部回应，台日伫各领域拢维持密切友好关系，未来还会加强合作。日本高市首相长期支持台湾，内阁整体也非常的友台，稳健推进台日关系已经是日本政府基本的立场以及社会共识。国民党中央质疑目前台日中三方的开核精神，台湾对日本的处理爱更较细致，避免造成外交困扰。外交部无说明安排细节，敢若声明台日共属自由民主阵营国家，也是维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良性力量。记者采访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莫抓准讲你面册会当扫起来，伫网络顶头乌白乱讲话，就无人敢对你安怎？事实上是无要含你计较尔。讲到这世界棒球经典赛呢，这台湾队虽然是无延入去到前8强，不过这精彩表现受到众人的肯定。说是有一个查甫人伫网络顶头讲台湾队承认拍假球，引起众人的批评。这下晡警方也通知伊到案说明，依照诽谤等罪嫌甲上办。你之后还敢这样乱发文吗？不，保证不会。真的吓到了是不是？想要道个歉还是什么？对不起。面对媒体追问，现场查甫人一直讲唔假咯，原来伊是伫网络讲经典赛中华队承认拍假球，伊发文引起球迷不满，希望中职会长蔡其昌爱提告。蔡其昌回应已经转予刑事局，警方伫7月下保障约谈到限，讲因为台一对战台湾队输伤济，才提出质疑，比较诽谤等罪嫌有办。他主观就预测到可能打假球的情形，就在网络呢发文引起关注，会依刑法310条诽谤罪嫌呢来移送新北地检署来侦办。世界棒球经典赛选台湾队无缘晋级8强，精彩表现得到大家肯定。台湾台美男会选手菲尔柴德特别发文，强调赢得经典赛为台湾之战是一种荣耀，各界关心台湾队长陈杰宪的伤势。同赛领队苏坦也表示，球团已经安排第13，和陈杰宪到高雄的中继病院，追踪伤势，甲后续复健的进度规划。初步判断，至少要6礼拜到8礼拜时间来休困。会有的检查基本上就是追踪 X 光，看情况需要再做个电脑断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他的情况应该是不需要到开刀啦，所以
可能我们会帮他做一个比较特别的护具。这摆经典赛台湾从经典赛小胜韩国队的纪录，要伫11透早转来，华航特别安排大型客机，和教练球员用全部坐商务舱。中职联盟会长传奇昌也宣布，除了经典赛原来奖金以外，佮加发500万的奖金，为了教练球员甲后勤团队辛劳。记者综合报道。国造长归南海鲲号今日透早进行第5届潜航测试，外界观察有进入到潜水测试，目标是要参到100米深。另外，针对着中东战事，这美军的唱水艦有用 MK-400鱼雷，甲伊朗的军舰拍甲沉去，咱台湾也不会共款的鱼雷。专家是分析讲呢，这对咱对抗中国的军舰是有帮助的。在大家仰望之下，国造舰南海鲲号计1个月伫旧日春节过后第一摆出来，伫台船的混进乌龟鱼无人船未化之下，透早为高雄港出发，展开第5摆的潜航测试。海鲲号目前进度已经超过10公尺深的潜望镜深度，外界观察有希望达到水深100公尺。像高雄这边大概100多公尺的深度的话，那海水的温度会降低到10度左右。那这时候潜舰内部它的整个维生系统、空调系统能不能正常运作，甚至它电池耗能的状况。海鲲号还去做内航测试，确认无共款潜度速度对电板消耗影响，启动混潜飞未来可能会过暝测试，因为海鲲号会通过超雷验证武器系统。亲像美国占南伫中东战争发射两具杀手 MK-400大型鱼雷，摧毁伊朗军舰。向国际展示大型鱼雷的杀伤力，其实国军早就向美国买同款的 MK-400大型鱼雷做现役。海龙号、海虎号甲海鲲号标配武器，不过还未交还予台湾。我们锁定一些高价值目标，那高价值目标大概是比如075、076哈这种所谓的2栖突击舰哦，因为登陆船团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反而是水面作战舰哈，比如像055或什么054哦这些水面舰的话，很可能是交由我们其他的一些岸基飞弹或雄风飞弹来打击哦。海鲲号是国军无对潜作战的来源，未来爱安怎强化作战效益？专家建议军方应该双轨并进，设舰南第3区，各加强限制通信，传达清楚，和海鲲号充足准备，战时阶段战附近，强军两栖登陆舰、航舰等高计达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表示，今仔受到强烈大量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到宜兰无到12度，那其他所在呢是12度到14度。明仔载冷空气会减弱，不过正近拜四呢又过一阵大量冷气团到位，到时变甲真寒，就要等到拜六温度才会回温。拜日北部顶半部还是冷叽叽，路面各淡各过。不过气象署表示，下半部开始会转做大冷，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拜日北部低温存无12度，其他地区是伫12到14度左右。若拜三日时，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开始减弱，温度会回升。不过拜四有一阵大陆冷气团的落南时到会搁翻冷，一直到拜六天气才开始小落。不过到了今天的晚上之后呢？干空气接手之后，渐渐的就会变得是比较干的一个天气状况。除了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雨之外，西半部山区都还是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飘雨，平地则是转为是属于多云的天气状况。气象署指出，讲受到大陆冷气团甲华南云河区影响，东北部、西北部山区甲恒春半岛部分地区会落地渐雨。北部甲中南部部分地区嘛会落雨，不过气象署嘛表示，拜日暗大空气的接手，天气会转做大冷。明显的华南云雨区通过，再配合冷空气的影响，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要留意会有零星降雪的几率，所以前往高山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路况，注意安全。气象署表示，这阵强烈大陆冷气团加上水汽有到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可能会落雪，路面可能会结冰。要去山顶看雪的民众都要注意安全。气象署嘛提醒，早暗的温差会较大，民众就要加套衫穿好烧。记者高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提醒观众朋友，唔通为着一时的欢喜，却来造成你一世人的伤悲。这疾管署公布国内性传染病上届新的统计，其中呢，这 HIV 淋病拢是下降，不过国内梅毒疫情却是继续在增加。这当中呢，15岁到24岁少年族群，敢若去年就占超过2000例咯，也是占了多数。疾管署提醒讲，3月14情人节要到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的性行为。
3月14这个拜六是白色情人节，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少年族群约会也要注意。疾管署公布国内性传染病新趋势，得到梅毒的人数是持续的增加。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在2005年艾滋病例增加879例，淋病有6000几例，病例数是比前一年降12%和16%。但是为着梅毒的病例增加9000几例，增加2%，而且佫以15岁至24岁少年族群增加上济，增加1800。梅毒这个治疗上面的困难在于说，一开始的症状虽然是在这个生殖器的部分，算是没有治疗，它可能还是症状会缓解那缓解之后它其实这个病原体还是会再继续全身侵犯重要的器官像是在这个心脏啊、血管以及这个脑部。疾管署分析少年族群梅毒感染人数增高的原因，和交友软体、社群平台、亲密关系建立无实改变、无安全性行为拢有关系。另外，最近这几日天气大降温，流感病毒也是真多。伫咧顶礼拜门诊急诊人数拢总有8万多人次，增加13例流感并发重症和2例死亡。到春天的话，流感本来就会变少，但是还是会陆陆续续有重症。那到时候也没有疫苗了，那怎么办呢？如果说是有流感的症状的话，赶快就医。疾管署指出，国内 B 型流感伫顶礼拜已经超过 A 型流感，而且国内流感疫苗剩6.7万剂，资源就无啊。疾管署提醒高风险族群会当把握时间去做。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全世界有3个所在有这海底温泉，一个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另外一个是日本的九州，第3个就是咱台湾的绿岛。讲到这绿岛呢，是有真罕见的海底温泉，也就是潮汐温泉，包含着温泉本身、旅客服务中心，也有露营区的经营权，去年底结束啊。东管处和地方政府拢希望讲会当用这 BOT 和 ROT 的模式，继续来扩大开发。台南县政府也提出着变更的计划，要把这起厝起建筑物的比例面积呢，对0.5%提升到3%。不过，这环保团体是表示反对。那看海那浸温泉，绿岛这罕见的海底温泉、潮汐温泉，最近几年观光人次敢若有6来行，因为温泉本身旅客服务中心和录影区委外经营权是去年底到期，东管处和县府拢希望继续推动 BOT 和 ROT 升级观光设施。不过有一点就是，若是要城人来投资，潮汐温泉的建蔽率必须对本地的0.5%提高到3%。在不涉及这个潮间带的一个部分，可以呢，在这个3.4%内尽量的去做一个微幅的一个调整，让财务是属于可行的。政府提出变更绿岛风景特定区的计划，案件下晡伫国土署做初审，其中朝日温泉区甲原有的设施拆除重建，关度对1楼变作2层，建筑的面积是原本的4倍，楼地板的面积是原本的7倍外。另外，录影区的建蔽率嘛对5%提高到10%，而且要改变保安栏，会前款团是表达反对。这一份这个都市计划书，它比较像是一份投资的评估，开发规模扩大，也就是最传统的方式，就是一直把硬体的规模增加。绿岛岛上的污水跟垃圾处理能力其实是严重不足。不过，地方的民代表示讲，这建蔽率应该要提高，才有可能向企业来进驻。朝日温泉它是一个金鸡母呢，那为什么你一再的投标你都标不出去？你要让他来，又不让他建设，那请问一下，哪一个公司愿意这么做？而且它不是大范围的啦。环团大声话讲，这绿岛无应该盲目开发，一定要好好啊评估环境生态的承载能力。但是在地议员是指出讲，朝日温泉过去的设施，逐摆拄着风态就损坏，要修复，就搁要停止营运真长的时间。希望找有能力的企业来进驻经营，而且强调讲，当地居民嘛真重视生态。亲像露营区伫南海边的开发，都因为民意的反对停止。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这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做大水，造成严重灾情。今这部呢有针对着马太安地区复原说明进度，经这部也把这补助的时间呢延长到3月底。针对农地复耕，农粮署也有8大措施，希望会当帮助农民来恢复产量。
马太安街帮刷湖在后到搭已经被拨动，后关的工课正在进行。水利署拍算，赶伫咧雨水期进前，伫4月完成光复区大破坏后关，明年做好塔关的工程，甲第2道破坏，明年大拍算5月完成保护工程。啊那阿多摩的区大，卖伫咧4月进前做好更办起来，互破坏较用。我们也持续在办理2、3段4段的堤防加高培佑。那整个堤防培佑加高的部分呢，我们会在今年的汛期前来完成。针对疏通土砂的工程，水利署表示，到3月初9，马太安溪的土砂已经处理1476万方，啊那花莲溪的土砂嘛已经疏通372万方。水利署希望确保水路通顺来防灾。在还没完成之前呢，我们因应汛期呢，请县府呢先以钢板桩来就整个低洼的部分呢先把它补起来，那以防整个将来汛期来了以后河水的倒灌。啊，若受灾的店家，经济部嘛提供1万块援助金，甲设备汰换的补助，像冷气、冰箱、甲树路等等，通补助5成，顶限5万块。经济部嘛甲申请的期限延长到3月底。阮灾区内底7个村吼，有税籍登记的有476间，吼啊476间，咱到3月9号一天吼，已经有298间来申请。针对农地拍算今年第一季度通复耕68公顷，农粮署嘛有8大重点措施。包含农机专案补助、休耕及辅助业等等，希望帮助农业恢复产能。记者吴正阳、张俊佑台北报道。人类的快乐不应该建立伫咧动物的痛苦。这新北市八里有一间餐厅，互人指控讲违法用土伫咧趁钱。动保处去稽查，认定是非法电演动物，要求改善。想袂到过半个月去复查的时阵呢，这15只土已经40只咯。除了用动保法甲这业者开罚单以外，也拿刑事的部分也含上地检署侦办。一喙接一喙，甲叶仔食落去，啊喙齿动甲遮尔紧，看起来真古锥。这土仔顶悬有真侪所在感染着过程，尤其是骹底严重发炎出血，所以真侪东坡嘛有共款的镜头协助救援的爱土协会，马上将土仔对宠物餐厅带转去安置。土地，然后也很脏乱，没有在做一些环境的整理。那他们的疥癣的状态是严重到，就是他们的脚底其实连踩在地上都会疼痛，每一只都是营养不良，就是超级过瘦的情况。涉案的店家就伫新北市的八里分，业者防指控无经过合法的申请，就摕土仔请民众来遮参观，体验饲土仔的趣味。动保处头一届来看，就认定已经是违法电演动物，更加发现真侪土仔是染病，要求爱提供治疗。过半个月过去看，15只土仔竟然有10只已经死去啊，甚至有一寡土仔阁是有死呢。兔子长期处于不当饲养及营养不良环境，迷病后又未及时接受医疗，最终导致虚弱猝死，情节重大，疑似故意使动物遭受伤害及致死，已函送地检署进行刑事侦办。这间餐厅进前伫网络广告，因为人生的规划自2月初5开始永久来停业，目前面册已经关起来，啊，毋过业者做这代志已经启用依照动保法相关的规定来罚钱，相关会当罚25万。另外，调一个互动物受伤或者是死去这部分，这是刑事的，动保处的函送检方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上班赶时间，若阵车无来，一定是气喘喘。来看这台中市丰原客运90元公车，最近着民众怨讲，早起6点半迄班真侪届拢无来，影响着因坐车的权益。那台中市政府表示讲，会甲业者罚。业者讲，因确实是真无奈，因为过年了后有较欠工。公车到站，民众准备上车。台中市山城地区有真侪人也是外靠公共运输通勤。有网友伫面册社团不满丰原客运90元公车，为2月底开学到搭，已经真侪届早起6点半班次停开，引起议论。有，怎么说？要等很久，会影响学生上课的时间。我今天来坐公车，我也有我的事情啊！你不这样我的事情耽误到了，比如我要上班怎么办？我要上学或者干嘛？我的活动啊。
90因路线经过丰原石岗当时和平者行政区，包括丰川国小、丰阳国中、东兴国中、丰原高中这学校，真侪学生囡仔爱坐来上课。民众积极业者提市府补助，煞随便天开托班，互山城偏乡交通通勤真不方便。客运业者表示，公司60多条路线，逐工爱排143班人力，毋过目前敢若149个司机，扣除休假人员，人力也欠16人。面对欠假的问题，嘛感觉无奈，强调会调度驾驶来支援。没有司机啊，年节过后哈，那个什么过年后那个一些退休的啦、离职的司机就有离职潮啊，就尽量调度就是影响最小的范围之内去处理这样子。丰原客运90延6点半落班属实，交通局已依规定处分客运业者，除应依核定班表发车外，并要求客运业者应妥善安排驾驶人力。台中市高雄局表示，会照规定处分客运业者，佮要求好好安排驾驶人力，按照特定的班表发车，确保尖峰时间稳定疏运。记者采访报道。人讲食较老，学较老，学新的物件对着时代，才袂去互社会淘汰。这教育部伫去年举办第3人生大学的试办计划，提供55岁以上的中年人登去大学读册。今年改做是30岁以上就会当报名参加。这开课内容真丰富，也包含着智慧医疗甲 AI 科技。70岁陈秀英高中毕业了，去读文化大学，不过因为处理产者读一学期就无读，替处理分担所费斗趁钱。大学无毕业也真做伊的遗憾。一直到114年，教育部办第3人生大学计划，提供55岁以上的中世代会当读大学，互伊人生充满希望。也是以前小时候家里穷，所以对这个上大学一直是心中的一个梦。第2学期我就想急着赶快把它修完128个学分。去年拢总38间大学参加这个计划，有1200多位的中世代参加。如今教育部决定向下放零年会站，改做30岁以上的青壮年拢会当报名参加，也改名号做30+ 大学试办计划。目前已经有60间的大学提出申请，由中正大学来担任总计划。课程内容也包括上新的智慧医疗、AI 技术等等。现在科技发展那么多，现在流行的科技，搞不好几年后就是历史，包括你的职涯，比如说30岁开始，你在这边立业了，但是30岁以后，10年、20年、30年后，如果你想要换一个领域或换一个工作或换一个兴趣的时候，难道你要怎么办？教育部指出，会把年会站放零到30岁，除了希望帮助民众面对 AI 时代以外，阁有就是因应少子化，真侪大学招募学生。不过，若是转向青壮年市场就会较大。根据统计，目前30岁以上的人口有来到1700万人次，会当讲是1减2高，提供民众学习的机会，也避免大学面对退场的危机。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人讲3年出一个状元，10年才出一个小段小生，以栽培少年人才为主的歌仔青世代，今年已经是第2届举办了。团结中心表示讲，这摆活动特别加入7点人的制度，邀请到徐阿湘教授来话，统合之下呢，互这届入选的5出歌戏，那这剧本的品质是愈来愈好，整个运作也真顺。当是我父亲的会，为什么我是女人？就袂当代表着教。甲传统老戏《调戏孤儿》改做《调戏孤女》，用女性的观点融入现代议题，带大家来探讨性别甲权力的关系。国立团结中心表示，第2届歌青世代拢总有5出戏入选，因为有第1届拍鼓的基础，这届无论是演员、编剧、导演，拢有更较侪青世代艺术家来投入创作，和传统的戏剧文化融入少年辈创意甲活力，也请侪少年人做过来看歌戏。很喜欢这种青世代的感觉，因为我们跟演员反而年龄接近，更有话题可以聊。国立团结中心表示，传统的歌戏面临世代交接，青世代是发展的主力。歌青世代的计划，就是希望透过系统化做法，提供资源甲平台来为歌戏培育各种的人才。团结中心主任陈月琪强调，有第1届经验了后，第2届因就加入7点人的制度，邀请真有戏剧文化底的徐阿湘教授来担任统合的任务。艺术顾问可以依据他的经验跟他的这个艺术的内涵，去让呢这些戏的进行更顺利。剧本成型的过程当中，就因为有戏剧顾问的协助，还有读剧会的一个发表，所以呢这个剧本是不断的一个精进。
话推测，若是要培育人才，嘛是毋茫融入现代观点的歌戏，会当成更较侪少年人来剧场看戏。第二届歌青世代拢总有5出作品入选，对5月23起会线线伫高雄中山堂演出。团艺中心也邀请大家到时小招做过来看戏。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伊朗的查甫骹球队员，因为伫咧澳洲参加比赛时阵唔唱国歌，互公司赔骨啊。各界也烦恼讲，因若准登去会受到政府的报复。目前澳洲总理有证实，其中5个人摕到人道签证啊，安置伫咧安全的所在。若准其他球员有需要，也欢迎因留踮澳洲。因爱讲清楚，家己毋是政治活动人士，敢若是想要安全的运动员。澳洲内政部长伯克伫咧七十讲，伫咧甲伊朗查某骹球队过去这几天有相关的单位了后，就讲出因的心声。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伫咧早前嘛证实，政府已经甲因庇护。Last night, we issued 5 humanitarian visas to members of the Iranian women's soccer team. We're willing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other women in the team, noting that this is a very delicate situation and it is up to them. 伊朗的查某骹球队队员伫咧澳洲参加亚洲杯查某骹球赛，伫咧初二小组赛头一战是战韩国，不过伫咧比赛进前因拒绝唱国歌，去互半官方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台主持人讲因是战时叛徒，应该爱严重处罚。接落来初5战澳洲，初8战菲律宾，查某骹球队拢有伫比赛进前唱国歌，而且行礼，支持者烦恼因的安全。伫咧初8暗时，伊朗的侨胞伫咧这个骹球队队员离开的时阵，伫路边甲因乌演。澳洲人权活动人士烦恼讲，这个查某球员可能会受到政府官员的压迫。و کنار هموطنانم و خانواده‌ام باشم. 美国总统 Trump 认为，澳洲政府无应该让伊朗的查某骹球队队员从强硬送倒去国家，表示澳洲伫咧人权议题当咧犯可怕错误，是到伊朗查某骹球队队员倒去国家可能会访台。I do know that the President called the Prime Minister would have looked at that sense from President Trump of wanting to help these women and would have seen feelings that they shared. 得到庇护的伊朗查某骹球队队员，目前伫咧安全而且有警察保护的所在安踏。因若伊朗其他的查某骹球队队员当时退房，还佫刷落来要安怎行？大个所在是毋是要刷？是毋是要登去伊朗？拢还无清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2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1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18度，还佫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